也会重复，因为目的是爱互人会记住。迄用心实施的目的是安尼吼，互人会记住这个福音吼，因为古早人差不多80%-90%拢毋捌字啦，所以只会当用唱的来记福音的内容吼。所以咱只要看到用心实施，对用心实施来拢是旋律真简单，歌词会重复，然后旋律嘛会重复，透过安尼来记得真正福音的道理。所以咱来吟唱圣诗第279首《恳求上帝怜悯》吼，来，恳预备来，恳求上帝怜悯，我心温柔，献出我的灵，愿等候着落后，你的保佑就是我头，你的保佑就是我头，因传人类行出道路。这条歌其实是邀请，所有人邀请讲，爱会记一路，天的万米拢是上帝的怜悯。好，这是咱来吟唱今仔日伫礼拜中第2条的圣诗。这条就是真现代的诗歌，总是这拄咧讲咱的祈祷，过去的人的祈祷，过去的人的梦，今仔日咱的梦其实嘛是安尼。咱做伙来吟第1站就好，好，第1站。我唔知明日会怎样，走岔路我免担忧，我无求，大日可日更，有时主黑暗而等。来，我充满梦，主的手越靠稳当，我到底他阻挡他步，你在我刀剑落头，最第2节的歌词吼，来读，做伙来读哦。每一步哪行哪光明，亲像马黄金楼梯，我重担哪飞就哪轻，哪云彩灿烂光辉，迄所在注意光普照，无目屎，永无刺人。伫美丽彩虹的尽头，种山岭，甲天相连。咱来吟这个第3节啦吼。是兄弟，一人主，不由其交加。
民族为领导，这主，我的名扬，我亲在主将光明里，依靠我，是路标高。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位伫地。谢谢大家平安，请咱安静心开始敬拜，请走吧。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着经的路，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伊的后代会接受应允的土地。三甲内面圣诗279首，圣诗279首，恳求上主怜悯，恳求上主怜悯，请一入入全首。
做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命，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伯利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请坐，请坐。甲来启用启文25篇，启文25篇，圣诗的后面1043页。来客，请会众来用。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下面你拢总的罪，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为久长责备，为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咧，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可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大宽能的天使拢叹上帝的话。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切使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咱同心来祈祷。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用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成做你的囝儿，靠着你的性命来得救。感谢主，求主赦免阮所犯的罪，怜悯阮的软弱，互阮无因为受到试探来流失。主的疼充满伫阮的心内，互阮的性命得到改变，成做主所欢喜的囝儿。也求主洁净阮的心，拍开阮的耳孔。透过牧师所传讲的信息，领受你的话语，明白真理，互阮的生命更新，信仰充满活力。求主带领中职同工甲团契首长，大家同心合一，彼此扶持，共同推动教会所有的事工，来荣耀主的名。求主保守台湾，无受到外来的威胁。互政府官员有属天的智慧治理国家，互因有公义、好怜悯、谦卑、甲主同行的心，
带领台湾和百姓安定平安的日子。阮也为着教会有病痛的兄弟祈祷，求主怜悯看顾夫妻，安慰甲医治，除去因身上的病痛，早日来恢复健康。阮也将今仔日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主手中，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来看上帝的话，伫旧约创世纪40章第1节到23节，创世纪40章第1节到23节。我来读。遮个代志以后，埃及王的州政长甲督邦长得罪伊的主埃及王。埃及王对这两个人神非常生气，将因关伫侍卫长府内的家，就是关约瑟的所在。侍卫长将因交代约瑟，约瑟就侍候因。因伫家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互埃及王关伫家里的州政长甲督邦长，共一暝各做一个梦，因的梦拢有无相的意思。到天光，约瑟入去因遐，看到因忧头甲面，约瑟就问，甲因做伙关伫主人府内家里迄两个人神，讲：今仔日恁哪会面带忧容？讲，阮两个拢有梦着梦，无人会晓甲阮解梦。约瑟甲因讲，解梦的才能是上帝所赐的，请甲阮讲恁的梦。州政长就对约瑟讲伊的梦，讲我梦中看见伫我的面头前有一丛葡萄树，树顶有3支树花拍黄，开花。就结规拍成熟的葡萄，我摕埃及王的杯，搁摕葡萄，接伫杯里，将杯放予王。约瑟甲伊讲：你的梦的意思是安尼，3支树花就是3日，3日内埃及王要将你对家狗带出去，甲你复职，你要搁放伊的酒杯，恢复以前做州政长的职位。行通的时，就请你就话记得我，好款待我，伫王的面前替我讲一声，叫我出家。我实在是对希伯来人的所在，互人买来的。我伫遮嘛无做啥物代志，通互因甲我关伫监牢。督邦长看到约瑟解梦解了真好，就甲约瑟讲：我嘛有梦着，伫我的头壳顶有3篮的白面包。顶面迄个篮有缀埃及王要食的逐款物件，有鸟仔来啄我头壳顶篮内的食物。约瑟因伊讲：你的梦的意思是安尼，3个篮就是3日，3日内埃及王要将你对家狗带出去，斩你的头，搁甲你吊伫叉架，花鸟会来啄你身躯的肉。到第3日，拄拄是埃及王的生日。伊办道请所有的人神，王将州政长甲督邦长对家狗带出来，互因徛伫众人神的面前。埃及王甲州政长复职，互伊游园芳杯服侍埃及王。毋过将督邦长吊死，拢照约瑟所甲因讲的。总是州政长无想到约瑟竟然甲伊袂记得。以上。这时，请圣歌队来学乐，受赎、归属、更新。
伊请牧师来正道题目，爱望出自上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是10月份的第3主日，是咱的总会定今仔日做教育事工纪念奉献主日。随上过去称这个主日叫做主日2主日，所以过去嘛时常会伫即日内底邀请侪主日2的学生伫礼拜中来服侍。总是不管是啥物款的时代，其实透过这个奉献主日，咱咧上帝透过这个奉献主日的设立，其实是教咱爱互相相听。换一句话来讲，教会毋是属于某一群的人，是属于这个教会所有的人，所以咱是一体。这嘛是我逐礼拜一开始拢邀请咱大家一定爱甲附近的兄弟姊妹有一寡互通、彼此交流的过程。换一句话来讲，来到教会爱的日子，咱毋是一个人咧面对上帝尔，咱是一群受恩上帝的百姓。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是一体，所以互相知影，伫这个教会内底彼此成长的过程，特别伫咱等的聚会到一段时间了后，主日2嘛开始，所以透过主日2的开始，咱嘛求上帝特别赐福予因。所以透过这个互相祈祷的，其实伫教会内底，就是祈祷的语言。咱透过祈祷来互相关心，这嘛是设立这个主日要紧的代志。透过奉献，其实是上实际的祈祷。咱会记住吼，每一个奉献拢是上实际的祈祷。透过这个奉献，咱不只是寄付钱尔，咱也寄付咱的祈祷，求上帝真正祝福临在伫咱四围。求上帝怜悯，也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天气改成看起来无遐尼好，总是请用上亲像日头的笑容，你附近的兄弟姊妹讲，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愿上帝恩光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互阮会当做伙组织，因为阮知，阮通做伙组织是出对上帝的旨意。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互阮听见你的话，互阮知怎样去行你的话。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直到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学这个学说来解说人的心理状态，并且加做伊临床的医学方式。心理学这门的学问，才互现代人正式正面来看待。照弗洛伊德的分析，伊认为人上深层的意识，潜意识上深层的意识，通常是出现伫梦，然后这种出现，并且用一种上等的方式出现。换一句话来讲，弗洛伊德认为梦就是藏伫人心内底上基层扭曲的秘密，遐个是秘密，总是透过梦来显现。总是古早人毋是安尼来看梦，咱会知影古早人毋是安尼看梦啊。梦对古早人来讲毋是安尼。古代希腊罗马时代，人认为梦是对死亡的人来的信息，会当预测未来。台湾原住民的社群伫传统上，因若拄着要紧的代志要决定，因就毋茫会当做梦，
因为对台湾真侪原住民的社群来讲，因认为梦敢若卜卦，听有意思吼？因爱决定一个重大的事件，爱因做决定，然后因就毋茫讲因会当做梦，因为梦了会当请人请迄个当机啊吼，巫师，迄个族群内底有巫师吼，会当解梦，然后会当帮因指出未来的方向。然后，实际上，古代中国、商朝、商朝内底，甚至伫朝内，阁有一个官位叫做卜官，卜卦的官。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对梦传统的观点，拢倾向梦是人的生活甲日常，然后梦甲未来有真要紧的关系。所以梦对东方甲西方传统的观点拢是安尼。实际上，这点、这个观点，甲圣经咧看梦的观点是同款，不过只有一项无啥同款。就是约瑟所宣告的这项代志。约瑟宣告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解梦的才能是上帝所赐的。约瑟宣告讲，人会当解梦，总是这个能力是上帝所赏赐的。创世纪39章第1节到第3节是安尼描述这个故事。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个代志以后，埃及王的州政长甲督邦长得罪因的主埃及王。埃及王对这两个人神非常生气，将因关伫侍卫长府内的家，就是关约瑟的所在。咱若照古埃及的文献，主前18到16世纪，以及主前14世纪，拢有闪族族的人伫埃及徛起上时也坐官中朝中的大位，所以咱无法度知影伫遮所讲的埃及王到底是啥物款的时代？迄主前18世纪上远吼，距离咱即摆已经3800年啊。然后18世纪、16世纪、14世纪拢有闪族的人伫迄个埃及王的朝内做大官。圣经无答咱讲这是啥物款、啥物年代的埃及王，总是王的州政长，其实就是为王来调酒的人啦。简单来讲，伊是酒保啦吼。总是这个人真无简单，因为伊爱亲手调酒，然后亲手送到王的手中。然后督邦长是王的大厨。这两个职位有一个要紧的所在，就是因拢爱先谈过家己所做的。听有意思吼？才会当互王啉哦。因为这叫做确保因所做的，因为这是爱食落腹肚的，所以因爱确保因所做的是无毒的。督邦长是，所以这两个职位也一定是王上信任的人所担任的。咱会知影，伫古早的时代，那接近王会当看到王的人，就真重要。然后甚至会当亲手做王食的物件，这个人更较要紧。也因为安尼，这个人只要得失着王，就会拄着大灾难，就亲像咱读到的这两个官员同款。创世纪40章第4节到第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侍卫长将因交代约瑟。约瑟就侍候因，因伫家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互埃及王关伫家里的
州政长甲厨房长共一暝各做一个梦，因的梦拢有无相的意思。古早埃及人认为梦是神明启示的管道之一，虽然总是梦的意义真歹了解，所以需要有解梦的人。创世纪40章第6节到第7节、第8节 A 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到天光，约瑟入去因遐，看到因忧头甲面。约瑟就问甲因做伙关伫主人府内家人迄2个人先讲：今仔日恁哪会面带忧容？因甲伊讲：阮2个拢有梦着梦，无人会晓甲阮解梦。伫古代近东甲埃及的文献内底，拢有记载，当时的解梦是有专人负责，这是有专人负责的哦。这解梦的人，当时解梦的人拢需要经过训练，所以咱今仔日考古学家学到有对埃及人甲巴比伦人，既然迄时阵拢有编写叫做梦兆、梦调的册，内底就写明梦的例，做梦吼。人的因内底就写做人梦的例，以及若这个例出现的时阵，这边啊解释。所以当时有，这是专家所做的吼。所以现代社会对梦的观点，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认做梦是人上深层的意识底的事件。所以梦互人私人化，亲像是亲像 Paul Ricoeur 这位哲学家所讲，梦亲像个人的考古学。总是圣经毋是安尼讲哦。伫现实顶头，伫因的现实顶头，埃及王统管帝国内底所有的人的生死，只有梦。是伊无法度控制甲治理的所在，所以埃及王看袂到，伫伊治理的帝国内底，其实上帝嘛伫遐做工。只有约瑟看清楚，因为伊互人冤枉入家，待伫迄个无看到人的家角内底，总是伊无埃及人的限制甲顾虑，所以伊就打这2个官员讲，请甲我讲恁的梦吧。约瑟安尼讲，上帝已经将解说梦的能力予伊，所以请放心将恁的梦甲我讲吧。创世纪40章第9节到11节，咱就读到第1个梦，做伙来读这个梦吼，来做伙来读来。州政长就对约瑟讲伊的梦，讲。我梦中看见伫我的面头前有一丛葡萄树，树顶有3支树花拍开花，就结规拍成熟的葡萄。我摕埃及王的杯，搁摕葡萄甜汁接伫杯里，将杯捧予王。这真趣味吼，台语吼真趣味。拍哦，真趣味。约瑟对梦所出现意象的解说，其实甲当时解梦咱读到吼，即摆学到的这个文献真类似。约瑟是安尼解说这个梦的。创世纪40章12节到1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瑟甲伊讲，你的梦的意思是安尼：3支树花就是3日，3日内，埃及王要将你对家角带出去，甲你复职。你要搁捧伊的酒杯，恢复以前做州政长的职位。
伫美索不达米亚这么学出来的文献内底，会将梦中出现的数字来解说爱过几日，听有意思吼？所以真类似吼，真类似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然后天满的酒杯，伫埃及的文献内底来解说做你的名声会显赫，就是你的子孙会一直繁衍。然后伫这个经节内底恢复你原来的这位，其实原文应该是讲法老会一定会举起你的头。原文是安尼吼，总是伫原文内底是13、19、19节，原文同款一模一样。总是真特别的是，约瑟伫遮解梦两人的结局完全无同，完全倒变，所以真明显，这是讲故事的人的文学手法，伊用举起你的头。这种文学手法来创造，不过伫这个新的翻译就拢完全看袂，中文的翻译完全读无啦吼。创世纪40章14、19、1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行通的时，请你着会记得我，好款待我，伫王的面前替我讲一声，救我出家。我实在是对希伯来人的所在，互人买来。我伫遮嘛无做啥物代志，通福因甲我关伫监牢。约瑟解梦了，开始有一个真特别的恳求。我想这个恳求一定是出对伊的心。伊讲求这个州政长，当法老举起你的头的时，请会记得我。咱爱知影。就是约瑟伫监牢内底，偌互人看中，伊犹原是一个毋知影当时才会当互人讨棒的家犯，因为安尼趁解梦的这个时机，既然看到这个梦，然后发出一个卑微的请求，请你一定爱会记得我。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一个专心倚靠上帝的人，实际上咱嘛有时会软弱到爱倚靠人的作为。所以这时的约瑟，咱读到这，咱就知影伊这时是等待要出埃及，伊等待伊受捆绑的日子会当受到讨棒，伊相信家己是无辜。所以伊有权会当得到讨棒。创世纪40章16节到14节，刷来咱读到第2个梦，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杜邦长看到约瑟解梦解了真好，就甲约瑟讲：我嘛有梦到我的头壳顶有3篮的白面包，顶面迄个篮有底埃及王要食的逐款物件。有鸟仔来啄我头壳顶拿来会食物。这个杜邦长的梦同款嘛出现3这个数字，总是咱去读到，甲这个州政长的梦解读完全无同。创世纪40章18节到19节，咱读到约瑟的解读，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瑟应伊讲：你的梦的意思是安尼，3个拿就是3日，3日内埃及王要将你对家角带出去，斩你的头，佮甲你吊伫柴顶柴架，飞鸟会来啄你身躯的肉。伫当时迄个梦调的册内底，确实将头壳顶有水果。上顶是会拄到忧愁甲苦难，所以约瑟一定无机会读到这个当时解说梦的册。
唯一会当解说是安怎有解梦的能力，一定是对上帝来。然后咱读到斩你的头，原文也做压起你的头，所以原文是同款的哦。13节到19节，其实原文拢同款，压起你的头，总是后壁迄句叫做“互你的头离开你”，压起你的头，互你的头离开你。所以伫现实顶头，有关压起这两人的头是王。有关互这两人的头离开，也是王。所以这叫做约瑟的现实，这就是约瑟的。不只是这两个官员，嘛是约瑟的现实。咱也知影古早，迄个咧杀人这项代志，其实无真少会挂伫叉顶，所以是不是其实是迄个上严厉的处决方式。咱后来看到罗马人拢感觉迄是真残忍，古早人会认为这是真残忍的处决方式。特别，这是讲约瑟是讲，这个督邦长是会处决了后，将伊挂伫叉顶，这是表达互伊见效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约瑟的解读认为，督邦长会互王认定伊要叛乱，伊是叛乱分子啊，叛乱分子。所以伊是用政治犯迄个上严格的政治犯来论死。创世纪40章第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到第3日。拄拄是埃及王的生日，伊办道请所有的人神，王将州政长甲督邦长对家角带出来，互因徛伫众人神的面前。就亲像约瑟所讲，3日后，州政长甲督邦长拢互人带到王的面前。照埃及的文献所记载，埃及王会伫生日的时阵来宽赦大赦啦吼，伫生日的时阵来赦免关于伫家牢的犯人。然后，这所谓伊的生日，埃及王的生日，通常是埃及王继位的日，因为这日对埃及来讲是代表这个王加做神的日出世的日，听有意思哦。好，这埃及王的生日其实有真特别的意思哦吼。伊的生日不是伊出世的迄天，是伊做王的迄天。是安怎？这代表伊做王迄天是伊加做埃及的神出世的迄日。好，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意思吼。创世纪40章21节到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埃及王甲州政长服职，互伊游玩澎湃服侍埃及王，毋过将督邦长吊死，拢照约瑟所甲因讲的。所以后来发生这项代志，毋知是好运还是不幸。因为创世纪40章23节，今仔日咱所读的上尾的这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总是州政长无想到约瑟，既然甲伊袂记得，咱来知影，虽然约瑟上帝甲约瑟做伙伫地，总是伊犹原关伫家里，伊犹原需要耐心听候。约瑟求人爱会记得伊。就亲像上帝记得亚伯拉罕，就是亲像上帝会记得伊的老母雷吉。总是人就是人啦，要挖靠人是上无可靠的。所以一旦人啦脱离迄个困境，真紧就亲像这个州政长共款，伊会袂记得。我相信这就是上帝予约瑟的时间。假使约瑟若随得到头棒，就袂有日后的提升。上帝调工要
训练约瑟，互伊知影，就是伊有解梦的才能，迄嘛是上帝所互你的啊。同款会救你、会记得你的，一定是上帝，毋是人。会救你、会记得你的，一定是上帝。伫这个故事内底，梦甲解梦，其实拢毋是上尾的目的。伫圣经内底，梦只是讲出未来的工具而已。咱拢真习惯，特别现代人拢真习惯，咱拢掠做未来是爱挖靠人的拍拼甲选择所形成的。这确实有一部分的道理，总是这个故事咧对咱讲，咱来换一个角度来想，因为这个故事咧对咱讲，特别圣经咧对咱讲，其实未来毋是咱人会当来把握，未来是爱伫上帝的手中。上帝有伊的时间，甲伊做代志的方式，上帝带予咱。甲这个世界有真侪真特别的眼光，甲创意，相时伊的旨意对咱上好，虽然一时约瑟无法度明白。智慧的人是安尼讲，箴言19章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人心内有真侪计划，只有上主的旨意会实现。当州政长互人讨办，像是恢复原职；当约瑟解释梦一实现，咱来知影解释的时阵，咱嘛毋知影，连约瑟家己嘛毋知影，安尼是毋是会实现？所以检查约瑟这时心内底会开始感觉家己真敖，甚至误会掠做家己真紧就会得到自由。总是却无想到，伊竟然互人袂记住。人会互人袂记住，也是会互人会记住。其实，就亲像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所讲的，爱咱学习坚忍，和合本翻译做恒久忍耐。保罗是安尼讲，罗马书12章第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毋通将家己看上悬，就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心中评价家己。照和合本的翻译，就是看家己叫做合乎中道，合伫莫伤悬，也莫伤低。无需要吼，大家看伤悬无需要，大家看伤低嘛无需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不管是约瑟所做的梦，就是伊听见解说的梦，拢是为着要成就更较大上主的梦来准备的。圣经爱咱知影，这个梦其实拢甲上帝所伊要带来的治理有关系。伫现实顶头，亲像是法老、埃及王咧统治甲决定。其实是上帝手在决定未来，包括埃及王所掌管的帝国。这个梦若属于上帝，安尼就会互咱看到对现在开始到未来新的处境。所以一开始人听到的时阵，就会亲像州政长或甲督邦长同款。因绝对无法度意识到，因的头是要哪互人压起来。因听到这个，因的头要哪互人压起来，因嘛毋知影这是啥物款的情景。只有等迄个梦成做现实了后为止。总是上帝所宣告的梦，啥物时阵才会实现呢？督邦长。甲州政长的梦只需要3天，3天就实现。有
有当时啊，有人的祈祷会1分钟就出现，有当时啊，有当时啊，真特别，总是受领到巴比伦以色列人的梦，因梦爱得到透放，需要经过450天。约瑟的梦呢，伊个需要耐心听候。1963年8月23号，有一场美国有一场华盛顿的大游行。马丁·路德·金恩牧师做伫迄个大游行的中间做一场真出名的演讲。伊安尼讲，伊讲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徛起来，真正实现伊的信条。就是这个真理，免讲大家拢知，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我梦想有一天，伫乔治亚的红山顶头，过去奴隶的囝会当甲过去奴隶主人的囝坐做伙，讲兄弟的情感。做伙分享兄弟的情感，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完全无公义、世界压迫、亲像沙漠的所在，也会当变做自由甲正义的所在。我梦想有一天，我的4个囝。会当伫一个，毋是用因皮肤的色质，是用因的品格好歹来评价因的国度内底的生活。伫演讲的时阵，共一场演讲，金恩牧师是安尼讲：无，阮现在无满足，阮将来嘛无满足。刷落去，伊引用先知阿摩斯的话，伊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在阿摩斯第5章24节，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换一句话来讲，马丁路德金恩伫伊的演讲内底直接就讲出上帝的梦。伊讲，除非这个梦实现，无，阮绝对无妥协，一定抗争到底。过45年，2008年的8月23号，巴勒克·奥巴马伊接受美国民主党的提名，同一天来演讲。后来，伊真正做美国的总统。我毋是讲巴勒克·奥巴马做总统了，美国这个国家就无歧视哦，就无纷争哦，毋是哦。总是至少伊代表，伊上台就代表金恩牧师所做的梦，有一部分来实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咧对咱讲，有一寡梦检测真紧就实现，总是有一寡梦需要耐心听候。我相信咱拢是做梦的人，不管是暗时做梦，还是日时黑白梦。但愿你甲我的梦袂变做黑白梦，甲记黑白梦。若要安尼，就是咱的梦爱伫上帝的梦内底。那安尼，我相信，咱的梦若做伫上帝的梦内底，有一日，咱的梦一定会实现。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阮相信，你知，阮每一个人拢有梦。总是主求主帮助阮，互阮的梦伫你的梦内底。因为阮知，只有安尼，阮的梦
才真正会实现。求上帝帮助阮，求上帝帮助阮，将阮渴望伫阮的生命中，将阮渴望伫你的手中。求上帝引带阮，互阮真正知，当阮的梦实现的时，是因为阮伫你的梦中。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我心。大家来吟圣诗587首，圣诗587首。我毋知明日怎样，我毋知明日会怎样。请起立吟全首。因我路走。
伫即事，咱以行即事来实现。请起立来吟奉耶的诗。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让阮搁一届来到教会，敬拜你、赞美你、学了你。阮嘛为着阮家己的罪，希望你赦免，互阮得到完全，得到你的欢喜。阮嘛献淡薄仔金钱，做教会事工所用。请你看顾保守，我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来读2遍。要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阿摩司书5章24节，请。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阿摩司5章24节。着互公平亲像大水长流。互公义亲像江河直直流，阿摩司5章24节。请翻开掀开第1页，下周的服侍人员，请咱预备心。周间的聚会，主日学甲教育部，请咱注意时间地点。小组的聚会表。请咱家己来看。主日的奉献、明细若有订单，也请咱到办公室来更正。消息报告：本主日为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请为长老教会的教育事工专心代祷加奉献。主日学活动颁奖9月22日举办，祈祷操练冲关活动，得奖的名单如下。来，这是咱要来颁奖。今仔日是主日学主日吼，教育事工必然主日，因有进前有举办一个祷告
操练闯关活动，所以咱今仔日有要伫咱的会中来颁奖啊吼，所以下面就是今仔日有来的这学生啊吼，小蛋哦吼来，要从这边还是那边都可以，校长决定，从最小的开始了哈，不是那个不是年龄了哈，那个身材哈身材，来哈，来来哈，来陈以诺小朋友了哈。恭喜你，好，恭喜你！来，黄宥嘉小朋友，恭喜你，恭喜你，表现优异。来，陈以柔小朋友，恭喜你！来，张雨晨小朋友，好，已经不是小朋友了，快要变中朋友了哈。来，陈思维、林思维，中朋友，来，吴以信。要快变成大朋友了哈！来，那我们恭喜他们了，然后请那个校长大家一起过来，老师也一起过来，家长如果可以也可以一起过来，我们拍个照了哈！来，快点，家长来哈，家长来拍个照，快点，光荣啊，都是光荣啊，快点，家长来，老师来哈，好了哈，预备好，拍个照留作纪念，好了哦。好，等一下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来记得了哈，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用祷告来破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关卡。主，我们有时候会卡在我们生命的关卡当中，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那一个阶段的时候，在困难选择的时候。我们都懂得学着用祷告的心向你恳求，求主帮助，求主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德翔，我们再一次拍手鼓励他们了，好，拍手鼓励他们啊，好，那就可以慢慢走回去啊，从中间走回去啊，光荣的走回去啊。第3点，传道部第2次圣诞节筹备会伫中昼12点半7孔1召开，请部员甲团契会长出席参会。下主日财务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孔1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2，合金审查会伫中昼12点半7孔2召开，请各班的班主任出席参会。第3，主日会会议伫下晡1点伫9楼召开，请老师同工出席参会。小会报告：2025年中职当选名单。小会公告搭伫4楼公报栏。长老李俊义、罗建成、执事陈素颜、黄廷义、黄东营、罗建义、蔡依如。教会消息：同教会139周年福音主日伫11月初3举行，邀请廖雅辉老师诗歌见证分享。迄天礼拜2场合并。上午9点半开始，欢迎邀请亲朋好友做伙来聆听。第2，11月份祈祷会为性别公义祈祷会，伫11月初2拜六暗时7点，伫6楼副堂举行。邀请兄姐同心来祈祷。第3，圣歌队招募。欢喜爱唱歌的，愿意用诗歌来服侍的兄弟，加入圣歌队来服侍。第4，2024年同教会约外礼拜，伫11月初10，早起时7点半，伫东门国小门口伫遐集合，上车8点准时开车。地点伫咱真理大学报名费每一个人200块，
学童每一个100块，报名到办公室来报名，扫 QR code， 也是线上的报名，请到办公室来缴费欢迎邀请亲朋好友做伙来参加。今仔日杂志咱请牧师介绍补充报告。来，我补充报告2项，就是随上3项啦吼。咱后礼拜咱教会出身的4号牧师要伫邦桥来就任保健教会。不过即摆随上已经杂志所以我要请咱会当用祈祷的心为伊来祈祷。毋望4号牧师伫邦桥保健教会。爱知影，从教会出选的一定是优秀搁厉害吼，所以咱爱为着伊伫遐牧会来祈祷。总是因为现在已经因教会搁细吼，所以咱就免想讲一定爱迄日去吼，咱就用祈祷的心求上帝特别扶持，然后刷落去。所以刷落这3个礼拜，我拢要邀请咱大家来祈祷。11月第1主日是咱教会生日，咱要透过教会生日来表达咱会当传福音的热情，所以咱特别邀请廖雅慧老师姐妹来分享。咱也伫迄个电梯遐就有看到伊的 poster 伊的迄个海报就知影伊得到一个罕见疾病这个病是啥物货？我嘛第一遍知啦我今年第一遍学到这个病学到这个病所以克隆氏症这个会安怎？其实后礼拜迄个11月第1主日，咱听伊亲身的见证就知。咱求上帝特别扶持因带，虽然人会拄着困境甲病痛，总是求上帝特别甲赐予咱气力，甲帮助咱，互咱经过这困难的时阵，迄款的热情所以伊11月第1主日，我要特别邀请咱大家来使，就是招咱的厝边朋友、厝内底的人来做伙见证，做伙来听这个见证。其实咱只有1场的礼拜，就是9点半开始，然后11月第2礼拜，咱要邀活礼拜，所以请咱详细报名到这礼拜到今仔日为止，所以要拜托咱大家来报名。咱求上帝特别扶持，咱也用祈祷的心，毋望迄天的日子天气拢真好。愿上帝帮咱，祝福咱大家。荣迎诗歌388首，荣光归圣别上帝，荣光归圣别上帝。咱请起立吟全首。请牧师祝祷。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祝歌。
弦乐入岛。平安礼，请彼此请安，耶稣听你。